本節目內容純屬各地都市傳說搜集，網絡流傳，部分情節經過藝術化改編，旨在探討民族文化與超自然現象嘅社會心理，保留文化記憶及喚醒大家集體回憶，並非針對任何特定機構、在世或已故人士，亦絕無意圖誹謗或侵犯任何實體之合法權益。節目中所有地名、人名及情節，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今晚我哋去到新界東北，一個喺地圖上成日被忽略，連衛星導航亦都成日失靈嘅乙級村落烏蛟騰。呢度冇霓虹燈，入夜之後只係剩低山影同蟲鳴。然而就係咁樣一個看似平靜嘅地方，卻承載住香港抗戰史上最沉重嘅一頁。戰時呢度曾經係東江縱隊嘅重要據點，村民們以血肉之軀撐起游擊隊嘅補給線，每一寸土地都浸染過抗爭者嘅血與汗。咁樣唔係怪力亂神，而係事實，係經得起考據嘅集體記憶。我哋要講嘅係一段被風聲包裹嘅歷史回音。將時間帶返到去1942年，嗰時香港正值日佔時期，3年零8個月嘅黑暗歲月先至啱啱開始。同年農曆8月16，亦都即係西歷嘅9月25日，中秋節嘅月餅香氣尚未完全散去，烏蛟騰村卻迎嚟咗一場浩劫。日軍一早已經對呢條村嘅不合作態度深感憤怒，因為佢哋知道呢條表面平靜嘅客家村落，實際上係游擊隊嘅後勤心臟。根據多份戰後整理嘅歷史檔案記載，當日清晨，日軍從大埔同埋沙頭角兩路集結，兵力超過300人，以鐵桶陣式將烏蛟騰村團團包圍。佢哋封鎖咗所有進出山路，連溪澗邊嘅小徑亦都安排咗哨兵。村民驚醒嘅時候，整個山谷已經被刺刀嘅寒光籠罩。日軍嘅目標好明確，佢哋要揾出游擊隊員嘅藏身處，要逼問武器彈藥嘅埋藏點，更加要抽出所有暗中協助抗日分子嘅村民。日軍將全村老少不分男女從家中拖出嚟，集中驅趕至村口嘅曬谷場。當時天氣依然係悶熱，老人同孩子喺烈日下瑟縮，年輕嘅婦女緊抱住嬰兒，空氣中只有風聲同埋壓抑嘅哭泣。負責審問嘅日軍軍官透過翻譯要求村民交出所有與游擊隊有關嘅資訊，但係回應佢哋嘅係一片沉默。呢種沉默激怒咗日軍，佢哋決定拎村民李世凡開刀，以最殘酷嘅手段逼供。李世凡係當時烏蛟騰村嘅村長，亦都係村民眼中嘅支柱。佢被日軍從人群中拖出，雙手反綁，吊喺曬谷場旁嘅大樹下。日軍用木棍同埋槍托輪番毆打佢嘅身體，企圖用皮肉之苦摧毀佢嘅意志。然而，根據戰後一啲幸存村民嘅口述回憶，李世凡從頭到尾都冇發出過一聲求饒。即使嘴巴被打得血肉模糊，佢依然用含混嘅客家話斷斷續續咁話：我唔知，你哋殺我都係咁話。呢種硬氣進一步激嬲咗日軍，佢哋開始對村莊進行逐家逐戶嘅搜殺同埋縱火。日軍將村民嘅房屋一間間點燃，稻草堆、木門板、屋頂嘅梁木喺烈焰中噼啪作響，火光映紅咗半邊山谷，濃煙遮蔽咗太陽。孩子們嘅喊聲同長輩嘅咒罵聲混埋一齊，整個烏蛟騰彷彿變成咗人間煉獄。有幸存者事後回憶，嗰日佢哋眼睜睜睇住自己嘅家園被燒成灰燼，卻冇人敢上前撲救，因為邊個一喐，日軍嘅刺刀就會立刻架喺頸上面。李世凡喺經歷長時間嘅折磨後，最終因為傷勢過重而倒下，再冇企返起身。佢最終因為拒絕供出游擊隊下落而被折磨致死。日軍撤離之後，烏蛟騰村已經係一片頹垣敗瓦。幸存嘅村民返到去廢墟中尋找親人嘅遺體，同時亦都喺村後嘅山坡、溪澗邊甚至農田嘅溝渠裏面發現咗多具游擊隊員同埋村民嘅遺骸。呢啲犧牲者之中，好多人根本無法辨認身份，因為佢哋冇軍籍、冇名牌，甚至連姓名都一早已經被故意抹去以保護家人。
村民們強忍悲痛，將呢啲散落嘅骸骨一一收集，用簡單嘅布匹包裹，暫時安葬喺後村嘅山坡上。戰後多年，隨住社會逐漸安定，烏蛟騰村民自發籌款，而且聯同一啲當年嘅游擊隊老戰友喺村口附近擲地修建咗一座烈士紀念碑，將呢啲為國捐軀嘅忠骨集中遷葬於碑下。現時嗰個紀念碑嘅碑文簡潔肅穆，只係刻有抗戰期間犧牲嘅游擊隊員同埋村民名字，字裏行間冇華麗嘅修飾，只有最樸素嘅紀念。據部分公開嘅學術論文同埋地區歷史研究資料指出，嗰塊碑最初係立於1960年代，其後經過數次重修，現今所見嘅面貌乃係2000年之後嘅模樣。碑文上嘅名字數量不多，但係每一個名字背後都可能牽涉一個家庭，一段隱蔽嘅往事。我哋無法逐一考究每個名字對應嘅具體經歷，因為好多檔案已經喺戰時被燒毀。我哋只可以從有限嘅文獻中確認，烏蛟騰係當年香港大營救文化人士轉移路線上嘅關鍵節點。嗰次營救行動係國內外歷史上均有記載。茅盾、周韜奮等文化界人士當年係經由呢條路線喺游擊隊嘅掩護下撤離香港嘅。然而，令到烏蛟騰喺靈異界廣為流傳嘅並唔係單純嘅歷史記憶，而係多年嚟圍繞嗰座紀念碑所衍生嘅種種不可解釋嘅現象。最為當地老一輩村民所熟知嘅係一個被稱為點名嘅傳聞。傳聞內容係咁嘅：每當農曆7月或者係一年之中最為陰濕嘅連綿雨夜，如果有車輛行經紀念碑附近嘅路段，駕駛者或者車內乘客往往會聽到車外傳嚟一把低沉沙啞嘅男子聲音，以標準嘅客家話大聲呼喊住一個又一個嘅名字。嗰啲聲音唔似現代嘅廣播，反而帶有舊式軍隊點名時嘅嗰種嚴肅與鏗鏘。奇怪嘅係，車內嘅收音機並未開啟，車窗亦都係緊閉住，但係聲音卻仿佛穿透咗金屬車殼，直接鑽進咗耳膜。如果呢個時候有大膽嘅人停車熄火，搖下車窗細看，會發現紀念碑周圍冇任何人影，但係碑面上嘅某啲特定字樣卻會變得異常潮濕，好似係被水潑過一樣，甚至喺月光映照下隱約反射出微光。有人話，咁係喺點名嘅時候被點到嘅亡魂，以潮濕嘅水痕回應當年嘅長官。咁亦或係山間嘅露水凝結，亦或係某種我哋仲未理解嘅物理現象，又亦或係嗰啲犧牲嘅老戰友喺特定嘅日子依然保持住軍人嘅紀律，穿越時空進行住永無止境嘅檢閱。呢個傳聞多年嚟喺附近嘅村落間口耳相傳，甚至喺一啲靈異討論區上偶爾會出現類似嘅貼文，但係由於缺乏具體嘅物證，始終係停留喺聽人講嘅層面。除咗點名聲響之外，另一個較多人提及嘅靈異現象與駕駛者嘅導航設備有關。部分曾經喺深夜時分揸車經過烏蛟騰附近新娘潭路，又或者係烏蛟騰路嘅司機，喺網上嘅討論區或者靈異節目嘅聽眾投稿環節中分享過類似嘅經歷。佢哋指車輛喺駛過某一個特定路段嘅時候，車內嘅電子導航系統會無故失靈，無法鎖定方向，而導航熒幕上嘅定位圖標亦都會不斷咁樣跳動，顯示車身正以不合邏輯嘅速度喺冇路徑嘅區域移動。與此同時，有司機表示曾經透過擋風玻璃見到路旁林間嘅樹影下出現一團團不成人形嘅煙霧形態人影。呢啲煙霧狀嘅人影冇清晰嘅五官，亦都冇明顯嘅四肢輪廓，只係喺林木之間緩緩移動，姿勢好似喺度巡邏，又好似喺度搜殺緊啲嘢。當車輛刻意減速甚至停低嘅時候，呢啲煙霧人影就會迅速消散，彷彿融入咗空氣之中。有較為大膽嘅遠足愛好者甚至試過落車步行靠近，但係當佢哋走近嘅時候，除咗潮濕嘅泥土同落葉之外，乜嘢都揾唔到。呢啲零星嘅敘述雖然無從查證，但係烏蛟騰位處船灣郊野公園範圍，入夜後水氣極重，加上四周被群山環抱，環境寂靜得只係剩返風聲，某種程度上確實容易讓人產生視覺與聽覺嘅錯覺。
有人認為咁只係夜間水霧加上車燈照射造成嘅視覺殘影，但係亦都有人堅持咁絕對唔係自然現象。另一則較為隱晦而且令人心碎嘅傳聞，就同當年一名負責傳遞情報嘅年輕女子有關。根據一啲地區性嘅口述歷史片段，當年烏蛟騰村內有一位年僅10幾歲嘅少女，佢因為機智勇敢，被游擊隊選中，擔任傳遞密碼簿同埋重要信息嘅聯絡員。1942年，日軍大包圍當日，該名少女正可喺村外執行任務。當佢返回村落嘅時候，遠遠已經見到濃煙密佈。佢知道情況不妙，但係身上仍然攜帶住仲未嚟得切銷毀嘅密碼簿。為咗唔讓密碼簿落入日軍手中，佢選擇唔返去村莊，而係朝住同村落相反嘅方向山間逃跑。然而日軍早就喺各處山路設下埋伏。少女喺逃至紀念碑現址附近嘅一處溪澗嘅時候，被追兵截住去路。喺走投無路之下，據傳佢將密碼簿撕碎吞入腹中，隨即投水自盡，寧死不屈。戰後啲村民想將佢嘅骸骨遷入烈士紀念碑嘅合葬墓中。佢喺嗰個溪澗嘅淤泥下進行搜殺嘅時候，除咗雜物碎石之外，別無他物。有老村民解釋，可能因為嗰度水流湍急，遺體一早已經被沖走。然而詭異嘅事情係在於，自此之後，每逢雨夜，紀念碑前嘅引水渠就會流出帶有微紅色澤嘅水，水流唔多，但係喺青灰色嘅石面上格外顯眼。村民一度認為係上游嘅泥土含有鐵質，但係經相關部門檢測之後，並冇發現異常嘅礦物含量。呢個謎團至今仍然係懸而未決。而嗰條引水渠嘅紅色水流，亦都係村民嘅記憶中成為咗少女不屈靈魂嘅象徵。喺烏蛟騰村內，老一輩嘅村民雖然平常唔願意多提呢啲靈異事件，但係喺閒談間偶爾都係會提及一啲戰時嘅往事。對佢哋而言，烈士紀念碑唔單止係歷史嘅見證，更加係一處有人守護嘅界線，係一條分隔生者與亡者嘅無形邊界。村中長久以嚟流傳住一個不成文嘅默契：太陽落山之後，唔好喺紀念碑前大聲喧嘩，更加唔好用手指向碑文上嘅任何一個名字。咁並唔係單純嘅迷信，而係一種對先人嘅基本敬畏。曾經有外來嘅年輕人因為唔信邪，喺碑前嬉戲玩耍，甚至模仿點名嘅聲音，大聲讀出碑上面嘅姓名。結果當晚離開嘅時候，架車就喺附近嘅彎道上拋錨，而且手機係完全冇信號。一行人喺漆黑嘅山路上滯留咗幾個鐘，直到天光先至獲得援助。事後有村民告誡佢哋，咁係碑中嘅英靈俾佢哋嘅一個警告，讓佢哋要知道分寸。根據一啲學術機構所進行嘅香港抗日口述歷史計劃記錄，村民對於嗰塊紀念碑嘅態度始終都係莊重。佢哋唔會喺碑前談論怪力亂神，亦都唔會刻意渲染恐怖氣氛，只係簡單咁樣話俾後人知，嗰度有人睇住㗎，唔好亂講嘢。呢種帶住敬畏嘅沉默，或者先至係對嗰段歷史最恰當嘅回應。烏蛟騰附近嘅山徑係唔少遠足愛好者同埋露營人士嘅熱門路線。然而喺呢片看似寧靜嘅郊野，亦都有唔少人分享過關於深夜腳步聲嘅經歷。有經驗豐富嘅遠足者喺網上分享，佢曾經同友人喺距離紀念碑嘅1公里外嘅營地紮營。深夜時分，營火已熄，眾人正要入睡之際，佢清楚聽見帳篷外傳嚟一陣沉穩嘅腳步聲。嗰啲腳步聲嘅節奏不疾不隨，每一步嘅間隔都幾乎係相同，唔似一般路人隨意嘅步伐，反而帶有某種規律性嘅節奏感，好似係喺度行軍或者巡邏。更加特別嘅係，嗰啲腳步聲伴隨住一種老式布鞋踩喺泥土上面嘅輕微摩擦聲，而唔係現代運動鞋嘅橡膠底聲音。該名遠足者起初以為係其他露營者夜起，但係仔細傾聽之後發現，嗰啲腳步聲來回走咗幾次，而且路線非常固定，就好似沿住一條睇唔到嘅界線喺度巡邏。佢曾經鼓起勇氣拉開帳篷嘅拉鏈，探頭出去查看，但係只係見到月光下嘅樹影，一個人都冇。不過腳步聲依然喺度繼續，從左側移動到右側，再折返返嚟，
足足持續咗接近半個鐘頭先至消失。天光之後，佢檢查咗帳篷周圍嘅地面，發現泥地上除咗佢哋自己嘅鞋印同埋野生動物嘅爪印之外，並冇任何其他嘅人類腳印留低。呢個經歷讓佢百思不得其解，亦都成為咗佢喺討論區上分享嘅熱門貼文之一。另外，仲有一個同天氣相關嘅傳聞：烏蛟騰一帶每逢雨季，偶爾會因為暴雨引發山洪，溪澗水位暴漲。據稱喺一次嚴重嘅暴雨過後，當洪水退去，有村民發現紀念碑前嘅廣場上出現咗好多凌亂嘅腳印，方向全部朝向碑體，但係就冇任何離開嘅腳印。呢啲腳印大小不一，有啲好似係成年男子嘅尺寸，有啲就較為細小，好似係女人或者係孩子嘅。最令人費解嘅係，呢啲腳印只係出現喺廣場嘅石屎地面，而周圍嘅泥地就冇任何痕跡。村民最終只可以用清水將地面洗刷乾淨，而且喺碑前上咗幾炷香，祈禱一切恢復平靜。呢種現象喺氣象學上或者可以用積水同光影折射嚟到解釋，但係喺當地人嘅眼中，咁卻係被洪水喚醒嘅亡靈返到去碑前尋找自己嘅名字。無論真相係點，呢啲傳聞都為烏蛟騰呢一個地方增添咗一層揮之不去嘅靈異色彩。另一個流傳於網絡靈異圈嘅軼事，係關於一封寄往烏蛟騰村抗日烈士紀念碑嘅信件。據聞該信件並冇具體郵寄地址，只係喺信封上以毛筆寫咗上述收件人名稱，連郵票都冇貼。然而呢封信卻奇蹟般順利咁被派送至附近地區嘅郵政機構，再由當地嘅村民代為收取。據聞信件以工整嘅毛筆字書寫，內容係以客家話寫成嘅詩句，大意係向某位被稱為班長嘅故人述說近況，而且提到家鄉嘅變化。有好事者試圖尋找該信件嘅下落，但係從未成功。有村民言之鑿鑿咁話，嗰封信一早已經喺紀念碑前，喺眾人嘅見證下，連同金銀衣紙一齊燒咗，化作一縷輕煙，寄往咗另一個世界啦。呢個故事嘅真偽無法考證，但係佢反映出一個深層嘅情感。對於好多當年嚟唔切告別嘅犧牲者嚟講，佢哋嘅家人可能終其一生都喺度尋找一個可以寄託思念嘅地方，而嗰座紀念碑就成為咗佢哋唯一可以投遞書信嘅地址啦。一啲喺該區鄉郊工作嘅保安或者係電力公司人員，亦都曾經提及喺深秋時節嘅夜晚，如果獨自一人企喺碑前空地上，有時會聽到風中夾雜住微弱嘅客家山歌聲。嗰啲歌聲聽落好似係年輕女子嘅聲音，旋律帶有強烈嘅戰時氣息，節奏時而輕快，時而哀怨。雖然無法確認歌詞內容，但係據了解客家文化嘅長者推測，咁可能係當年游擊隊用嚟傳遞情報嘅暗號歌曲。歌詞中往往隱藏住路線、物資數量或者係敵軍動向等關鍵資訊。當歌聲散去，附近除咗樹影搖曳，就係一片死寂，連蟲鳴都彷彿靜止咗片刻。有人試圖用手機錄低嗰啲聲音，但係事後重播嘅時候，卻只係錄到沙沙嘅風聲同電流雜音，乜嘢旋律都聽唔到。仲有一啲較為零散嘅傳聞，例如係有村民曾經喺凌晨時分，遠遠見到紀念碑嘅方向有一團昏黃嘅火光，好似係舊式嘅油燈或者係火把，但係嗰啲火光係唔會移動，亦都唔會熄滅，就係咁樣靜靜地亮住，直至天色泛白先至自然消失。有人猜測係當年犧牲嘅哨兵依然堅守住自己嘅崗位，為其他嘅亡魂照亮回家嘅路。呢啲故事聽起嚟或者係匪夷所思，但係喺呢片經歷過戰火洗禮嘅土地上，卻又顯得非常之合理。烏蛟騰嘅故事係真實嘅歷史傷痕，係人性光輝與黑暗嘅見證。嗰啲刻喺碑上嘅名字，以及更多冇機會刻上名字嘅犧牲者，佢哋曾經活過、愛過、奮鬥過，最終為呢片土地付出咗最寶貴嘅代價。如果你將要揸車經過新娘潭路或者係烏蛟騰路，不妨放慢車速，喺安全嘅情況下，遠遠地望向紀念碑嘅方向。請記住，傳聞歸傳聞，
史實歸史實，兩者之間有時模糊不清，有時涇渭分明。然而，無論傳聞係真係假，面對歷史，我哋理應保持謙卑與敬意。願山河無恙，人間平安。